咱可能心真平安，也有可能心无平安。但是无论咱有平安，还是无平安，像我即马无多加即个荧幕，足无平安。咱三个做伙来串联两首圣诗。头一首圣诗是圣诗230首，圣诗230首。咱这首诗真适合咱三个做伙来用平安和乐的心来唱这首诗。夜漫漫漫过万里，只追来我兄的名字。我下饮息我落一次，兄弟之尊当当丢面。兄弟我不怕兄弟，拦着主兵你来西来，一定给多一支队，地多几尊难丢兄在。上帝是创造咱，咱是伊的子民，所以咱该常常欢喜来称呼上帝。上帝的慈悲、疼痛、怜悯，要久久长长，永远袂废。所以咱心有平安，咱搁来吟诗121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咱请唱多一遍。上帝疼痛赢过一切，来，上帝疼痛赢过一切，必定欢喜降我归，求你调我比你心来，献出你的大仁爱，救主你是主必怜悯，你的疼
伫第二节照讲，专灵救主，时乐拯救，助力活命，愿承受，做你圣殿，愿你降临，永远无离，永远信。咱一生的中间有侪侪时阵，咱心有平安；总是咱嘛是足侪时阵，咱心无平安。但是即节的歌词甲咱讲，做你圣殿，愿你降临，永远无离，永远信。咱也将咱的心当作上帝圣殿，上帝踮伫咱的心的中间。伊永远无离开，所以咱无论伫病痛，无论伫艰苦，也是咱真欢喜的时，毋是因为咱欢喜的代志来心平安，是因为上帝踮咱的心，咱的身躯，咱的心成做伊的圣殿，咱永远有感受到上帝甲咱无离，踮咱的心的内面，这就是咱的平安。咱三甲做伙来陪伴心。来做礼拜。今仔日是约定奉献主日，请兄弟关心，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
有一项事，我捌对上主求，我犹原伫爱得到，就是一世人徛去上主的厝，看伊的阳光，照亮伊的殿。三角的吟诗学老上帝，圣诗230首，圣诗230首，请起立。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洗礼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前来受苦，定时计是来中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一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上帝，是大教会，信徒相通，罪赦免，众体国外，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角用启应文诗篇66篇第1节到第12节来应答上帝的话。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着对上帝讲，你的所做到遐通行。全地要敬拜你，吟诗学老你。恁着来看上帝所行的事。伊将海变做大地，因步行过河。伊用伊的权直立，直到永远。万百姓，恁着学老咱的上帝，互人听见学老伊的声。上帝啊，你捌试验阮、锻炼阮，亲像锻炼云一样。
你互人坐车搬过阮的头壳。当心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阮的性命嘛是对你来。你的阳光满满伫世间，你的疼永远无改变。阮诚心用歌声来敬拜你，学乐你，因为你是欢喜甲愿望的源头。阮开喙感谢你，过去的一礼拜，阮的生活有起有落，但是有你的同在，阮得到满满的平安。怜悯的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头前，承认阮的软弱。阮定定会袂记的所有一切，拢是对你来。逐工讲出的话、做的代志，有时会得失着人，嘛得罪着你。求你赦免阮的罪过，搁一摆洗清阮的心。求你帮助阮，互阮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会当看见别人的好。求你赐下信心，引带阮，互阮会记得爱时时倚靠你。每项事，无论是欢喜，还是有困难，搁爱献上感谢，因为阮相信所有发生的代志，拢有你美好的计划，有你大大的祝福甲保守。求主帮助阮有坚固的心，互阮毋若听，嘛愿意行你的话，会当将耶稣基督的疼分享互别人，伫生活中做盐做光，归阳光互你，伫你的面头前忠心到底，一直到主耶稣过来的时。阮深深拜列以上的祈祷，阮即时嘛爱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因讲。
载伫个新约路加福音17章第11节到第19节，伫个台语汉语本圣经91页。新约路加福音17章第11节到第19节。第11节，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对撒玛利亚甲加利利交界经过。入一个乡舍的时，有10个太哥的拄着伊远远地徛，出声讲：“耶稣先生，临恁远。”耶稣看见，甲因讲：“恁去将本心互祭司验。”因去的时，就得到清气。其中一人看见家己已经好，就倒转来大声懊恼上帝，趴落伫耶稣的脚前来感谢伊。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应讲：10人敢无拢得到清气吗？迄9个伫倒落？即个白族的人以外，还无别人倒转来归因讲上帝吗？就甲迄人讲：起来，做你去，你的信有救你。请陈美玲牧师讲道，题目是感谢的心。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毋知影你敢有感觉，伫咱即个时代、即个社会，已经真侪人袂记哩什么叫做感谢。即个代志，人拢认为是应该的，本来就是安尼。感谢敢若真做是假出来的一句话，但是真侪误解、三更，其实原本毋免发生，只要互相体谅，一句说多谢就会当解决啦。但是袂记咧说多谢的心态，就互咱规个社会变甲以前非常无共款。亲像即届花莲的大水，有侪人自发去做铲子超人，恢复遮乡亲的家园，所以真侪乡亲真感动到一直甲人说多谢，互咱感觉台湾上水的风景就是人。但是最近也渐渐出现一寡负面的新闻。亲像有人停伫路边会怪手，互人偷开去；也有人对伫有疼心的人所捐的物资开始嫌东嫌西。当我看见这个新闻，除了提醒家己，爱真做一个随时对伫别人为我所做的代志，真心来感谢以外，另外一方面，我也开始怀念以前的迄个温暖的社会，因为人会为着彼此所做的代志。充满感激，互相说多谢。迄时咱的社会是一片的和谐。毋过嘛，毋免咱太过感慨咱时代的变迁，因为圣经已经有提醒咱，伫传道书第1章第9节有讲：日光的下面无新的事，人的心会遐尔对落，原本就无啥奇怪。但是咱做一个基督徒，毋通因为世界变迁，就永远咱家己缀世界伫行。因为世界毋是咱爱跟地，咱爱跟地是耶稣基督的脚迹。伫圣经的内面，咱常常看见耶稣伊的懊恼，会感谢上帝。耶稣无认为讲这是应该的，本来就是安尼。伊知影，若毋是出自上帝允准，这个代志拢袂发生伫伊的身躯顶。所以耶稣伫拄着任何代志的时，伊拢会当老神在在，伊袂自怨自艾。所以有感谢心，互咱会当超越世界的苦难，替咱带来真正的平安甲喜乐。所以今仔日咱透过这段经文来看，即个中间唯一有转来感谢耶稣的即个人，当伊转来向耶稣表达感谢了后，伊的性命甲其他无转来的人。敢有啥物无共款的改变？这段圣经是耶稣准备要去到耶路撒冷去领受十字架的使命，然后伫半路发生的一个异地的记载。第一句讲，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对撒玛利亚甲加利利交界经过。加利利是犹太人所住的地区，撒玛利亚是撒玛利亚人住的地区。耶稣伊要去到耶路撒冷。除非伊生远路，若无就一定爱经过撒玛利亚人的地区。但是伫遮，我感觉路加伊的记载非常的有意思。照道理来讲，
耶稣是为顶面往南边来行，所以耶稣应该先经过加利利，然后才会经过撒玛利亚。但是路加较将撒玛利亚放伫头前，所以路加伊伫遮强调的，若是一条路线那定，伫即个背后有较重要属灵的意义。伫犹太人传统的观念内面，因拢认为撒玛利亚人是无清气的，所以犹太人宁可行远路，嘛毋愿意行过撒玛利亚人所住的地区。为什么这两个人、两种人会遐尔对立？为什么犹太人会遐尔轻视撒玛利亚人呢？其实因原本是共祖先，但是自从所罗门王死了后，以色列王国就分做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国。北国的首都是撒玛利亚，南国的首都是耶路撒冷。北国以色列因分做两国了后，北国的以色列因无望讲家己这边的人民走去南边的耶路撒冷去遐敬拜上帝，所以因就违背上帝律法，起造家己的圣所。所以这互犹太人南边的犹太人看做非常的生气，看因是偶像的崇拜。历史进展到主前722年，北国的以色列落尾互亚述来毁灭，亚述就将以色列人拢掠去撒玛利亚。这以色列人袂记得讲因袂当甲外族通婚的命令，所以因开始甲当地的人通婚。这个较互南国犹太人看袂起，因为因认为这人是染着外族的血统，袂当算作是正统的以色列人啊。但是，互犹太人搁较看因是异端的原因是，这撒玛利亚人敢若承认摩西五经，因对犹太人其他的经典，亲像先知册也是诗篇，这物件因拢无承认。然后到伫主前第5世纪，当以斯拉、尼希米这人要带犹太人转来，对巴比伦转来，要来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时，撒玛利亚人讲我嘛要参加，但是犹太人拒绝因，所以这种种的理由加起来，互因双方累积非常深的怨恨甲无信任。但是路加伊记载耶稣基督的福音的重点是非常有目的的伫遮记载，因为伊要凸显福音的重要。路加要凸显的福音，毋那是一种互家己变好的修身养性。路加指出耶稣基督的福音，也要拆毁人甲人中间迄个怨恨对敌的围墙。所以伫路加福音的内面，咱看见只有伊有记载耶稣所讲的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披露，其他两本的福音册拢无记载这个披露。为什么？因为路加非常有目的，伊望透过记载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披露，来互所有的人看见。咱拢非常知影这个披露，就是一个人互拍甲。互抢劫，然后受伤倒伫涂骹，然后有一个祭司对遐行过，有一个利未人对遐行过，这个人拢惊讲：哎呀，这个人若死去，我去染着伊的身躯，伊若死，安尼我无清气，无法度去圣殿伫遐服侍上帝。所以这个人连挖军去看迄个人要活的也无，因拢毋肯。只有一个互犹太人看做是无清气的撒玛利亚人，伊停落来去照顾即个受伤的人。所以这段即个比喻咱真熟，毋过只有路加福音有记载。为什么？因为路加非常伫遐重要来提醒咱，毋是只有犹太人才会当得救。恁所看做无清气的这撒玛利亚人，上帝也要拯救。所以今仔日这段10个太歌的这个经文，咱就要用无共款的眼光来看今仔日这段经文，因为伊毋那是一段太歌病得到医好的新约，伊要传达的是更较深入的一个问题，
所以咱来看经文，耶稣伫遐继续行入去一个乡下。路加记载即个村、即个乡下是伫加利利甲撒玛利亚交界的一个所在。然后耶稣拄着一群得着太过的患者，这个人离耶稣远远，伫遐话讲：耶稣先生，可怜阮吧，怜悯阮吧。为什么耶稣离因远远？为什么因离开耶稣远远？因为太过病是会传染的，并且是透过嘴烂就会传染的。人若一旦患着病，身躯所有的神经系统拢开始失去感觉，最后就爱切手切骹截肢。所以太过病的人非常的可怜，伊互等伫荒野，伫遐自生自灭，甚至律法有警告，若有人要挖棍因，因就爱话讲：我是无清气的，我是无清气的，用安尼来警告遮特别挖棍因的人。所以咱会当想象，这个人非常的无孤单，因为因爱离开家己的家庭，离开规个群体，家己伫遐享受，伫遐来承受迄种真绝望的即种创伤。所以咱看见，因伫遐喊话：耶稣老师啊，怜悯阮吧！即个喊话是真无助的、真深的一个呼求。因有可能捌听过耶稣医治的名声，但是因的病，互因无法度出去离开迄个所在去找耶稣。但是无想到今仔日耶稣来啊，所以当然因爱大声话。耶稣看见，出自怜悯，无第二句话。耶稣对因讲：恁去将本身互祭司验。律法有安尼规定。若得着太过病，就爱去互祭司查看。祭司若判断讲你已经好啊，因就爱照律法的规定献应该献的祭物，伫上帝、伫人的面前来作证，讲阮已经好啊，阮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毋过，请咱注意的是，耶稣对因讲话时，因要是太过病的状态，但是奇妙的代志发生啊！因去的时就得到清气。这个神迹是发生伫这个人去找祭司的路里。兄弟姊妹，这互咱看见：第一，耶稣的怜悯、耶稣的恩典是白白互人的。耶稣无查因的身份、血统，恁有做过啥，恁无做过啥，完全无。耶稣是看见因、怜悯因，主动赏赐无条件的恩典。所以，这个恩典是超越咱人的想象，甲咱的软弱。因为咱是安怎互人恩典的？咱会因为讲，我无介意你，你甲我无共国，所以咱将恩典的手来救转来。但是耶稣毋是安尼。耶稣知影这个人真可怜，因真痛苦，知影因需要拯救。耶稣知影，无论因是犹太人，无论因是撒玛利亚人，因拢需要拯救。另外，这10个人会当得到医好，是因哪行哪信，哪信哪经历。耶稣讲话时，这个人要未得到医好，耶稣就叫因去找祭司来检查。有可能这10个人中间有一半的人就会生气离开。耶稣，你至少嘛，互我的目睭先看见我的身躯已经好啊嘛。但是这个人伫要未看见的中间，用信心去顺服，所以因拢经验到上帝赏赐迄个超越因所想所求奇妙的恩典。所以这嘛伫挑战咱的信心是需要先行出去，才会当看见的。亲像以色列人因伫出埃及的时，因踏出迄第一步，红海的水甲分开。但是咱若继续停留伫原地，有可能什么改变拢看袂见，拢无发生。所以伫即本写互外邦人看的路加福音，路加伊要突破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中间的迄个墙。
突破人自义的界限。甲这犹太人讲，撒玛利亚人嘛会当得救。上帝救恩毋若是恁的专利，因为救恩是互所有的人，为着所有的人来备办的，包括遮个互社会轻视、排斥的人。只要人愿意踏出去，去领受、去顺探，毋管你是啥，救恩就要改变你的性命，互你对黑暗到光明，对绝望到圆梦。但是，这个经文的重点不在伫这个信者的本身，是这个信者所带出来的教导。所以，重点是接续落来的第二幕。其中一人看见家己已经好，就倒转来大声讹落上帝，拍落伫耶稣的脚前来感谢伊。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这段经文有几啊种的解说。有学者讲，这个人伫半路看见家己已经好。就无去找祭司来印证，因为伊认为这是上重要的代志，是转来向耶稣来说多谢。但是我想，无论这个人敢有去找祭司来检查，我认为这段上重要的是上尾这句：这人是撒玛利亚人，因为耶稣伊表达的是啥？其他9个人拢是甚物人？拢是犹太人啊！所以一开始，这个地点就非常的重要啊！他拄仔咱读过，耶稣去的这个乡下，是加利利甲撒玛利亚交界的一个所在。所以，这个所在有可能带有犹太人，嘛带有撒玛利亚人。但是犹太人看家己的血统是真纯正的，所以因轻视这个撒玛利亚人。但是有一项代志开始无共款啊！当人得到太高病，就毋管你是倒一族的人啊，因为拢已经互算做是无清气的人。所以当人得到太高病，因伫遐做伙，无分犹太人，无分撒玛利亚人，因做伙伫遐组织伫遐做伙伫遐行动。但是咱看，当因得到清气，因的病痛得到清气了后，因内在迄个骄傲、血统的骄傲，佫转来啊！所以因无继续10个人做伙行动。所以以下的经文，咱看到就是描写迄个人，家己一个人的行动。迄个撒玛利亚人行动，无过是10个人做伙行动啊！这个撒玛利亚人转来找耶稣，伊做2项代志。伊大声讹落上帝，这表示伊认为伊相信家己的得着好，是上帝医治的救恩，是上帝做的代志。但是咱想，这9个得着医好的犹太人咧，犹太人自细汉毋是就互教导爱遵行、凡事感谢、凡事讹落上帝吗？但是这是因伫倒落咧。有学者提出讲，犹太人是一个群体的民族，因认为家族共团体彼此帮衬是应该的，因为咱拢是一家伙啊，所以毋免特别甲因说多谢，因为咱是共族的人。但是因对立比因较悬阶层，譬如讲因的顶司，也是罗马遮的官长。原本无应该帮衬因的人，若帮衬因，因就会表达感谢，因为这个人原本毋是应该帮衬因的。所以这9个犹太人，互咱看出，因无转来感谢耶稣，有可能是看耶稣不过是甲因共款的犹太人，不过是一个真普通的老师，是一个劣比，所以咱毋免特别佫坐转来感谢伊，咱紧去甲咱的亲人朋友自责较实在。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转来耶稣的面前，归荣光给上帝，这就提醒咱爱为着咱所领受的恩典来感谢上帝。有时阵，咱基督徒做久啊，咱领受恩典习惯啊，咱对上帝予咱的祝福也麻痹啊。
咱敢有因为这祝福来感谢、来学乐上帝咧？也是咱心内想讲啊，上帝啊，我每礼拜拢有来做礼拜，我嘛有奉献，所以你互我祝福，这是应该的。但是安尼心态，敢毋是一种交换利益吗？也是咱会想讲啊，上帝啊，我家族几啊代拢是信徒，所以你的祝福一定会煞到我这代，连我的后代，你嘛会祝福着。但是上帝只有囝，上帝无孙，咱是上帝的囝儿，咱毋是上帝的孙仔。只有相信并且尊崇上帝话的人，才是真正的好的。另外，这个撒玛利亚人毋但感谢学了上帝奇妙作为，伊嘛拍伫耶稣的骹前来感谢耶稣。拍毋但表示谦卑，嘛是一种敬拜的动作。毋过，伫这段经文，伊无甲咱讲，这个人是安怎看待耶稣的身份，所以咱嘛毋免过头去想讲，伊敢真正有将耶稣当作上帝在拜。但是对撒玛利亚这个人的动作，咱会当看出来，拍、甲感谢、甲谦卑是无法度分开的。所以这嘛，互咱反省咱家己伫敬拜的时的态度。当咱用感谢、用谦卑，才会当真正拍伫上帝面前，真实来敬拜伊。定定咱拢讲，我看无家己。我不看自己，毋过伫敬拜时，咱较聚焦伫咱家己，咱较聚焦伫咱家己所发生的问题，然后敬拜就失去焦点，敬拜就无快乐，无法度替你带来真实的平安甲快乐。所以伫写中间牧师所写的一本册《敬拜人生》这本册教导。当咱敬拜上帝时，上重要就是将咱的眼光对家己的问题转移到上帝，自信伫上帝。因为当咱确信咱所信的是创造权柄，是超越一切上帝时，并且咱嘛相信这位上帝毋是悬悬坐伫宝座，伊充满怜悯、恩典，伊也真实伫我的生命中间要来帮助我的时。咱就会当亲像诗人，无论伫什么处境，无论拄着任何问题，咱拢会当讲出，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学乐入伊的院，就感谢伊学乐伊的名。所以，伫咱敬拜上帝时，无论是咱做伙敬拜，也是咱私底下一个人的敬拜，咱毋是照定数在行，咱爱伫每一个定数的内面，用真实、用心灵来甲上帝相拄。经文的第3段，耶稣用一个问题来回应这个拍伫伊面前的撒玛利亚人。耶稣问伊一个问题，讲：10人减无拢得着清气吗？迄9个伫倒落？耶稣问的问题，敢若是白问的一个问题。耶稣当然知影迄9个人无伫遮，伊嘛知影总这9个人嘛已经得到医好啊。但是耶稣话中有话，耶稣当然知影这9个人伫倒落。耶稣嘛毋免靠咱人的学乐来活，伊嘛无需要人来甲伊说多谢。但是耶稣伊内心在意的是，这个人敢有看见恩典啊？因敢有回应恩典啊？所以这9个伫倒落，这句话明显是非常的悲伤，非常的戆硬的口气。为什么这领受恩典的人，无转来归荣光给上帝，无转来感谢上帝呢？伫耶稣的回应的中间，咱看见耶稣渴慕甲人建立亲密互动的关系。耶稣毋是一个教书办事的机器，哦，你求我，所以我互你，然后结案煞。耶稣望的是咱会当来到伊的面前，伊来展开咱的生命，享受有伊的同在。所以这9个伫倒落，
即句话好亲像嘛伫提醒咱，我伫倒落，我是迄个知影转来感谢的迄一个吗？也是我甲其他9个共款的？可能你会想，我的生活无亲像遮会得到太高的人，我无亲像因病得到医好，我嘛过甲真顺遂，有啥物好需要感谢的？但是我想到顶礼拜双年团契所献的诗歌，歌词安尼写：感谢上帝赐我救主，感谢伊丰盛恩赐，感谢上帝疼痛无离，感谢主踮我身边，感谢伊赐温暖春天，感谢凄清的秋天，感谢主拭去我目屎，平安踮伫我心内，感谢上帝听我祈祷，感谢未回应我的求讨，感谢带我经历丰富，感谢主供应看顾，感谢伊使喜乐艰苦，绝望中安慰辅助，感谢上帝无限恩惠，感谢伊疼痛无比，感谢上帝赏赐玫瑰，感谢带刺的树枝，感谢伊使温暖家庭，望歌声永无停，感谢伊使快乐忧伤。得天庭平安无疆，感谢伊使将来望，感谢主直到永远。咱看见安尼感谢是伫顺境嘛有，伫逆境嘛有，伫咱日常生活也有，也是伫咱拄着患难的时嘛有。所以咱处处会当看见上帝恩典，但是毋是咱生落来就会晓安尼，因为感谢。嘛需要学习，需要操练。毋是咱的嘴会晓讲感谢主，就一定会晓感谢。咱嘛爱定定伫行动顶面显出对上帝感谢。譬如讲，兄弟姊妹，你每一工醒过来时，我毋知影你第一句讲的话是啥物。咱会当操练，每一工醒过来，甲主会当对话讲啊，感谢主，赏赐互我有新的一工。咱若真正相信，即天是上帝所赏赐的日子，无论咱今仔日拄着什么款的代志，咱拢相信上帝在引带。也是咱去学校、去上班的路里，咱嘛会当祈祷，求主引带我，供应我今仔日我所需要一切。伫拄着困难的时，咱嘛去回想上帝过去安怎伫帮助我，所以我嘛相信上帝现主时。伫未来，嘛会共款帮助我。伫面对有需要的人的时，咱嘛照家己的能力去付出，因为咱想到，既然我有得到上帝的恩典，我嘛爱成做别人的祝福。所以虽然这9个人互耶稣真艰苦心，但是耶稣嘛无忽略即个拍伫伊面前的人。耶稣看见伊，讲：除了即个白族的人以外，也无别人倒转来归荣光上帝吗？即个白族的人，毋是轻视，毋是看袂起的口气。耶稣直接肯定，即个恁所看袂起的撒玛利亚人，伊拢会记得转来感谢上帝恩典。但是恁遮个领受上帝恩典久久的犹太人，较无将恩典当作是一回事。所以耶稣看见伊，对伊讲：“起来，做你去，你的神有救你。”奇怪，即个人伊毋是早嘛，甲其他9个人共款，太高病拢得到医好吗？伊敢阁需要得到拯救咧？耶稣的意思是，即个撒玛利亚人甲其他9个人，因顺探，因相信，所以因拢得到身躯肉体医治。但是，即个唯一转来细多社的撒玛利亚人，伊得到是搁较大的恩典，就是灵魂的得救。伫中文，咱无法度分辨即个“救”即个字，到底是咧讲倒一个方面的拯救。所以耶稣无甲伊讲：“你的病已经医好啊！”耶稣反倒是讲：“你的神救你啦！”“救”即个字。其实，伫原文，甲耶稣来要拯救失丧的灵魂的迄个拯救是共义的。所以，伫遮互咱看见，
耶稣不但宣告即个撒玛利亚人的太高病已经医好，并且耶稣嘛讲，你的灵魂也因为你的感谢来得到拯救。因为伊转来向耶稣说多谢，即个动作，互伊的灵魂得到拯救。即个拯救是啥？就是甲上帝和好，会当进入永活的画面。虽然看见即个有信心的人，伊毋但是有信心，并且伊嘛转来感谢，所以这嘛提醒咱诚做耶稣基督的学生，咱毋是干那一天到暗伫遐求耶稣互咱恩典，咱嘛爱知影讲，咱安怎去回应即个恩典，因为咱看见即个撒玛利亚人的感谢，替伊拍开一条通往搁较深入祝福的管道。所以感谢上帝，毋是一种礼貌，伊是一种灵性的体悟，是向上帝回应咱的性命的一种的方式。所以兄弟姊妹，虽然咱的四周围有真侪已经领受恩典、已经得到医治的人，但是耶稣要找的是迄个愿意倒转来的人。盼望伫一个已经无阁习惯感谢的安尼一个环境，你甲我会当选择成做迄个唯一转来的人，咱就爱对恩典保持敏感度。咱嘛爱知影随时转来向上帝，也是向人来表达咱的感谢。咱做伙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你，为着阮生活中间所享受逐项的恩典来感谢你。有的恩典，互阮目睭看袂见，甚至阮看伊是一种的重担，是一种的问题艰难。总是主，阮相信万项事拢有你好的旨意。阮就相信，这个事对着阮的性命会当有锻炼的功效。所以主恳求你，互阮学习安怎为着阮所领受每一项事来感谢、来懊恼。因为阮知影，当阮感谢懊恼，阮的性命就要搁较深入另外一个阶段，互阮甲你有搁较活的关系，有较亲密的关系。主恳求你帮助，互阮兄弟姊妹，虽然伫即个毋知影感谢的世界，总是互阮对耶稣基督的脚热，诚做是一个对人、对上帝感谢的人。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做伙来读两遍今仔日的金句。咱若是信，伊犹原是信实，因为伊袂会过目家己。提摩太后书13节。咱若是信，伊犹原是信实，因为伊袂会过家己。提摩太后书第1章13节。三角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正诗121首，圣诗121首，请起立。
许光宇长老、苏国贤长老、徐伟勋长老、廖穗芬执事、赖宜佳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消息报告：小组甲牧区的消息，中年团契定个10月15早起10点要举行团契作会，邀请吴慧芳姐妹分享上帝所赐的宝米，请客友参加。遗体关怀第1点，曾辉煌弟兄伫个10月7號蒙主温调，定个10月14。拜二的早起11點，伫个台北市怀爱馆景仰樓3樓智美2廳舉行告別禮拜，請為遺族祈禱。第2點，蕭彩元牧師媽伫個10月7號蒙主温調，定個10月16、11點，伫個台北市懷愛館景仰樓3樓智美3廳舉行告別禮拜，請為遺族祈禱。請牧師補充報告，甲介紹新人的來客。好，咱就為着遮個失去親人的遮個家族來祈禱。好，咱即是咱來看咱的大島的事項。但是咱為着世界，為着台灣，特別為着花蓮的遮個鄉親的家園來祈禱。咱嘛為着各地宣教師來祈禱。為着咱教會事工、建堂的事工，也是各方面遮個教育、敬拜、宣教，各方面的事工來祈禱。也為着懷孕的姊妹語文祈禱。為着身軀欠安佇厝裡療養的如黃明月姊妹、陳信正長老、林瑞長老、美蓮姐、幼春姐、龔基姐、道明兄、淑慧姐、金芬姐，
雨婷、阿卡姐、明珠姐、方梅姐、丁友兄、俊生兄、以礼、明理姐、叶菊姐，咱开喙为着遮个事，也为着头拄仔咱看见这两个家庭。郑慧煌兄弟是第2场礼拜的兄弟，小彩园牧师妈是咱若较资深的会友，咱可能会认捌这位姊妹，所以咱为着这两个家族来祈祷。满有权柄创造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拍败，伫你的面前来祈祷。阮知，即个世界虽然变迁动乱，总是主你还伫中间伫掌权。就恳求主你，互阮会当心定着，grund底你，无因为世界会摇动阮心来惊吓，互阮会当注目伫你，按你的标来跑走。因阮期待的毋是即个地上的国，是上帝国。主恳求你帮赞，互众兄儿会当伫你的面前尊谈你的话，阮会当伫遮做伙祈祷，坚固阮彼此的信心。特别为着阮中间遮个失去亲人的家庭来祈祷，恳求你安慰扶持。主也恳求你来帮赞，互因伫处理遮个个别礼拜事的时，伫中间搁较体会上帝你奇妙的同在。主，阮也要为着阮兄弟姊妹伫处理疗养的遮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你医治看顾，互因紧紧恢复健康。互因虽然伫真软弱的中间，总是互因的心坚定，仰望伫上帝，也坚固因遮厝内的人的心，互因会当有平安，互因会当伫上帝你的帮赞的下面，好款待因的遮厝内破病的人。主，阮也要为着余文的怀孕来祈祷。恳求你看顾，伊特别生产，恳求你来保守伊规个过程。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恳求你看顾阮的教会。阮面对侪侪挑战，无论是时代的改变，阮事工的方向，也是阮兄弟姊妹的信心的坚固，阮的教育、阮的敬拜、阮的宣告，拢需要主你甲阮同在，互阮会当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互阮的教会会当伫即个所在成做灯塔，会当照光四周围需要你的遮个灵魂。主，阮也恳求你来看顾阮的建堂的事工，帮助阮修正阮的道路，互阮会当顺探你的带领，互阮伫一步一步的过程中间，看见上帝你美好的旨意。阮也要为着阮的世界来祈祷，恳求你看顾即个世界。虽然有真大的改变，有真侪的罪恶，总是主恳求你的怜悯。互受苦的人会当得到扶持，互遮伫恶罪中间生存的人，互因会当得到讨放。主也恳求你来怜悯遮个华人的乡亲。主虽然有侪侪人的帮赞，总是因的生活还未完全的恢复。恳求主，你就继续带领，也互因伫即个期间来继续来体会上帝你甲因同在。也互无信的人也当体会到上帝你差遣遮个人来帮助因，会安尼疼心。主恳求你也来扶持伫世界中间宣告遮个宣教师，帮助因伫世界各国，甚至是真对敌基督的遮个所在。恳求你赏赐因气力、智慧，也保全因的性命、因的家庭，互因所做的工会当伫当地，会当来富裕，会当来成长。主，阮也将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恳求你会当带领阮。伫经过3天的假期，阮要恢复阮的工作、阮的学业、阮的生活。恳求主你就来照顾阮、扶持阮，赏赐互阮有够业的气力，会当伫要未信的人的面前做好的见证。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吟圣诗400首，圣诗400首。吟诗了，请牧师祝祷，请起立。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那者。